只要做一個強大嘅桑卡爾柏山高爬，你就係 Paramashiva， 坐喺濕婆神的無限宇宙形態，喺海拉薩嘅中心 Eternally 16， 內心空間不受時間、創傷或疲憊影響的狀態。正如你喺 Paramashiva 決定你只係 Paramashiva， 你係咁重要，你係 Paramashiva 運作。Paramashiva 嘅親戚係你嘅親戚， Paramashiva 嘅顯化係你嘅顯化， Paramashiva 嘅延伸係你嘅延伸， Paramashiva 係你 Paramashiva 係最高權力係你。只要整呢桑卡爾柏新高爬，你就會成為永恆嘅 Eternally 16， 抗衰老效果將立即發生在你身上。